恐怖襲擊隨時喺你身邊發生。而家我哋即刻嚟睇下呢個泯滅人性嘅陰謀。呢日，小美同阿媽啱啱搬咗新屋，趕住去家品店買嘢。媽，快啲過嚟啦！去到軒尼詩道，發現人多到逼爆。原來今日係國際人權日壯徵大遊行。終於入到鋪頭，盡情買。一聲巨響，周圍火光四射，貨架即刻燒到紅紅聲，爆炸！救命啊！身邊嘅客仔四散狂奔，出面已經被一班戴住頭盔、蒙面嘅黑衣人包圍。佢哋拎住木棍、鐵通，打爛晒啲鋪頭，仲掟汽油彈。老闆即刻打999報警。小隊趕到，班暴徒見差人嚟到，亦都撤退。唔多個人群中，有個叫刀手嘅人冇走，反而自己一個上天台。佢望住樓下嘅警察，嘴角陰陰笑，一下撳落手機。街口突然大爆炸，成條街血肉橫飛，好多差人同市民都受傷，好大陣杏仁味，可能係炸藥。幾個差人個跳落車，疏散小美佢哋離開。經過一道捲閘時，突然衝出一班拎住鐵盾嘅黑衣人，逼啲差人埋牆角。帶隊嘅警察奮力抵抗，但班暴徒唔單止冇退後，仲越嚟越猖狂。警察心知不妙，大叫：小心有埋伏，撤退！另一個預早埋下嘅巨型炸彈就係呢個時間發生爆炸，俾暴徒猛烈推撞嘅警察俾炸彈炸個正着，瞬間方圓400米變火海，警察、市民、暴徒全部遭殃。抬頭一睇，天台嗰邊刀手身邊多咗個叫盲槍嘅人，正舉槍瞄準掩護人群離開嘅警員。今日我就係神，你好幸運得到我嘅第一槍。一時間，幾個差佬中彈。正當佢哋利用濃煙分散，一個叫癲牛嘅暴徒竟然帶住成班人衝過嚟搶槍。手足即刻行動，目標警槍，目標達成啦！全民執槍。呢個時候，炸翻咗嘅警車漏出汽油，一直流去附近油站。火星一點，成地火海，班暴徒即刻閃人，政客就隔岸觀火，留低毀滅性嘅災難俾全城。2019年，一班反政府分子喺神秘人資助同穿針引線之下，籌劃喺12月8號發動針對警察嘅恐怖襲擊。好彩，警方喺最後關頭粉碎咗個計劃。如果唔係，現場嘅警察同市民都會死傷無數。恐襲計劃事敗之後，神秘人不知所蹤，剩低班20歲左右嘅後生仔就拉晒坐監。當時好多人淨係靠手機互通訊息，連大佬係邊個都唔知，就跟人去掟汽油彈。香港一向係法治安全嘅城市，但我哋忘記咗安全並非必然，俾不懷好意嘅政客煽動成戰場。好在警方及時阻止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至於班殺警狂徒係點樣練成嘅，佢哋又會點樣部署？下回分解。